嗱，今日教你如何點樣整呢個羊扒，你唔好睇咁簡單，其實好複雜嘅。嗱，首先呢，就剪咗佢，跟住有把式扯爛佢，跟住千祈唔好用手啊，因為頭先啱上廁所嚟。OK， 攞呢個夾出嚟。OK， 跟住攞叉篤下佢。係幾複雜？嗱，一定要準備個地絲個乜啊？其他乜唔得㗎，一定要地絲啊！跟住咧就準備一個匙羹，係厚度要咁樣嘅 mm 啊，2 mm 㗎，你唔可以超過3 mm 啊，幾複雜啊！嗰隻。OK， 跟住咧係要啱啱半羹啊，半羹啊，唔好太多啊，啱啱半羹啊，仲爭少少啊 ，OK， 就要45度揈落去，OK， 所以咧就俾你，一定要跟呢個時鐘轉啊，咁樣啊，唔好掉翻轉啊 ，OK， 跟住時鐘轉 ，OK， 差唔多啦 ，OK。就將你嘅羊扒 ，OK， 我由上高咁樣慢慢放落去，記得咁樣放啊，唔可以咁樣放啊，同埋咁樣放啊，一定係咁樣放啊 ，OK。嗱，揀羊扒咧就要揀啲有血嘅，證明佢啱啱報到冇幾耐 ，OK， 所以我先放咗呢個風位落 ，OK， 跟住你又從呢個角度 ，OK， 4點鐘角度，sorry 5點鐘角度。慢慢夾落去 ，OK。從呢個角度，你係要從翻3點放翻去9點，睇到冇？放翻去9點，記得啊，一定要用呢個沙拉瓦 pepper， 呢個沙拉瓦黑胡椒 pepper，OK，掃開咗呢個佢 ，OK， 掃嗱45度咁樣揼落去，從兩點方向揼落去 ，OK。唔好太多啊，太多辣㗎。OK， 揼咗落去，跟住再黐翻啲落去。睇到冇？未熟㗎，未熟㗎。頭先我揼咗胡椒粉，跟住再熟咗落去，再冚翻落去。所以呢邊咧就熟咗㗎啦，睇到黑色呢啲冇？唔係煎燶咗啊！呢啲黑色，因為呢個羊之前咧就應該係成日朝早出去食草啊，所以曬到啊，所以佢啲窿皮，所以冇所謂，照食嘅可以。OK， 整好啦，呢個 OK 咗，記得唔可以拎個舊碗啊，唔可以拎呢個舊碗放，一定要換個新碗 ，OK， 用個新碗 ，OK， 就叫。差唔多完成㗎啦，點解講差唔多完成咧？呢啲Tabasco，OK， Tabasco 一定要滴啲落去。因為佢有嗰啲曬得太陽多，啲皮膚唔好啊，所以滴啲落去俾你，俾佢消毒。就咁咯，就完成呢個羊扒啦。幾複雜，係咪好複雜咧？試一試下啦。